每間公司入面咧，總會有一兩個同事咧係特別搞笑㗎，好似娛樂台嘅主持李尚正咁啊。嗱，平日就算佢好普通咧，講一句好普通嘅嘢，咁我都會忍唔住笑㗎。之前咧佢就同陳嘉媛一齊去咗拍旅遊節目，應該都會有好多笑料出現啊。唔少女仔都會憧憬有個童話式嘅婚禮，身穿婚紗仿如公主一樣。陳嘉媛呢日出席時裝設計師何國正嘅婚紗 show。早前 Rose 去到沖繩為娛樂台拍攝旅遊節目，曬得一身健康膚色，令佢着上一身純白婚紗嘅時候都另有一番味道。Rose 話呢次沖繩之旅同李尚正拍檔做主持，真係令佢非常開心啊！正出咪不嬲都好搞笑噶嘛，你對住佢一齊有冇俾你笑死嘅？有啊，咁因為我哋入邊有好多劇情需要嘅，所以到時大家要留意下就知道究竟有幾好笑啊！曾經先後同林峰傳出緋聞嘅 Rose 以及吳千語呢日難得同場，吳千語都話同 Rose 有傾偈交流。而最近有報導指林峰特別中意身材豐滿嘅女仔，吳千語個人就認為中意一個人係唔可以只睇外表㗎。如果佢淨係注重我嘅外表、我嘅外形，咁而唔中意我嘅話，咁我就覺得呢啲唔係真係中意啦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中意一個人或者中意男仔，我係中意性格同埋我哋一齊相處嘅感覺。之前汪如婉講過，自己嘅擇偶條件最緊要係對方心地善良，同對屋企人好。相信佢男朋友蔡家澤應該都符合晒呢啲要求。佢哋兩個愛得黐纏，近嚟仲經常傳離婚信。不過婉婉呢日披上嫁衣行 show 就講到明唔想男友捧場啊。同埋我覺得即係我着婚紗咁，即係呢啲係應該留翻，即係佢真我哋真係如果結婚，即係佢咁樣咯。婉婉話入行初期成日行婚紗 show，曾經搞到佢唔想再着婚紗。不過事隔3年再行婚紗 show，令佢重拾着婚紗嘅新鮮感啊！